第四單元第9課 AI 風險防範，詐騙假內容隱私。大家好，前幾課我哋一直講 AI 幾好用，幫到你幾多嘢，但係任何工具都有兩面性， AI 都唔例外。今日呢一課可能係全套課程最重要嘅一課，教大家點樣用晒嘅同時保護好自己。分3個部分講 AI 騙案點防， AI 生成內容點分辨，和個人隱私點保護。先講第一 part AI 騙案。而家啲騙徒會用 AI 偽造你屋企人嘅聲音同樣貌嚟騙錢，只需要10秒嘅聲音片段， AI 就可以複製到幾乎一樣嘅聲音，然後打電話嚟話阿媽，我車禍咗，要用錢，甚至仲會 AI 換臉視像通話，你見到個樣，聽到個聲，但其實全部都係假嘅。之前有真實案例，一個老人家被騙咗16萬，咁點保護自己？記住4招：第一，同屋企人約定一個暗號，只有你哋知道；第二，接到緊急電話先收線，再用自己傳嘅電話號碼打返去確認，唔好用對方提供嘅號碼；第三，視像通話要求對方做特定動作，例如摸下鼻、轉下頭， AI 換臉喺動作流暢度上仲會穿崩；第四，唔好喺網上公開自己嘅聲音、相片、屋企人資料。騙案講完，第二 part 點分辨晒生成內容。睇圖片可以留意4個破綻：手指數量唔對，背景唔合理，細節模糊。仲有由2025年9月開始， AI 生成內容規定要標注 AI 標識。睇文字就留意3個特點：太完美，缺乏個人情感同真實經驗，內容可能重複或者空洞。最緊要記住一句，喺晒時代眼見為憑已經唔適用，重要事情記得多查幾個來源，可疑內容就信自己直覺，官方消息以官方發布為準。最後第3 part 隱私保護，大家要知一個基本事實，你同晒嘅對話，公司可能會記錄下嚟，用嚟改善性能或者訓練新模型，所以呢啲絕對唔好講俾佢聽。身份證號碼、銀行賬號、信用卡號、住址、密碼同屋企人嘅全名同詳細資料，呢啲資料一旦被壞人攞到，隨時會被用嚟詐騙或者盜用身份。咁邊啲可以講一般性問題，唔涉及隱私嘅資訊？例如我65歲住台北，同你想細幫手處理嘅任務內容就冇問題。判斷原則好簡單，如果呢個資訊被人知道咗會令你困擾，就唔好講俾 AI。養成4個好習慣：用花名冊，定期清除對話記錄，睇一眼隱私政策，公眾場合用嘅時候小心遮住螢幕。AI 係工具，唔係朋友。工具唔需要知道你所有秘密。而家即刻做3件事：第一，同屋企人約定一個暗號，話俾佢哋知，接到緊急電話要先問暗號，先收線，再打返去。第二，上網揾一張 AI 生成嘅圖，用剛剛講嘅4個破綻檢查一次。第三，打開你常用嘅 AI 工具 check 下隱私設定，睇下有冇刪除對話記錄嘅功能。今日嘅小任務，3選1就得。同屋企人約好暗號，揾一張 AI 圖片揾出破綻，或者檢查晒工具嘅隱私設定。記得將呢一課嘅內容分享俾身邊親朋戚友，尤其係屋企啲長輩。我哋下一課再見。